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頓吹水拖。今日就想講下算關於曼聯嘅少少嘢啦嚇，即係近呢2個禮拜、3個禮拜，應該3個禮拜到，曼聯都係冇比賽，因為足總杯出咗局啊嘛。今個週啱過去呢個週末就足總杯，咁曼聯冇份啦，所以就差唔多3個禮拜冇比賽，要過埋今個禮拜到。今個禮拜週末星期都唔係喎，佢嘅賽程排到好似係下個禮拜，今個禮拜嘅週末嘅最後嘅英超嘅最後晚場，即係下個禮拜嘅星期一晚喎。咁即係真係3個禮拜，下個禮拜先會有比賽。所以而家冇比賽嘅話，就想講下我觀察到嘅一個算少少現象啦嚇。就近呢3個禮拜咧，喺社交特別是係中文呢邊嘅社交裏邊嚇，好似真係完全絕跡，冇乜曼聯嘅新聞嘅。即係除咗之前話即係英足總班粉腸，即係原告變被告咁樣，即係叫做咩要指控咩麥佳亞喺對般尼茅夫被罰出場之後嘅咩言行之類 kitty 嘢之外，完全呢3個禮拜曼聯嘅新聞好似係絕跡咁嘅。呢個現象咧，我係睇到係過去呢10年嚟係冇乜咁樣嘅，即係特別是之前即係亂嘅時候咧，即係所以之前就話點解咁多咩咩好多場外嘅新聞啊，即係就算冇比賽都場外新聞紛紛擾擾啊。近呢10幾日真係除咗呢單即係話英足總咁樣原告變被告，即係叫做 challenge 麥佳亞之外，其他嘅真係曼聯嘅新聞真係冇乜嘅，即係連甚或乎前幾年好多時候，即係而家都4月份啦嚇，差唔多啲轉會傳聞都完全絕跡嘅。我覺得咁樣係一種好嘅現象嚟，可能真係即係英力士入咗嚟之後，真係做到嘢，就係將嗰啲有任何傳聞，即係個場外嗰啲嘢咧，就盡量摒棄，盡量即係少啲呢啲咁嘅叫做場外嘅一啲紛紛擾擾，就專注於場內。即係當然，而且嗰啲即係轉會傳聞又好，甚或乎即係而家要請個正式嘅教頭，正式嘅即係英力士佢哋嘅諗法就係 coach 啦嚇，唔係 manager 啦嚇。好明顯即係我覺得英力士想 keep 住條 line，即係上邊就老細阿 Sir Jim， 下邊就個高層即係 CEO Omada 啊，仲有嗰個唔知係足球總監定技術總監，而家個頭銜我唔記得咗。阿韋確斯啊，然之後嗰個即係揾人嗰個總監，即係由紅牛請過嚟嗰個啊，就呢一班算叫中層嘅算叫做英力士老細 Sir Jim 旗下嘅一班高層。然之後下邊咧，好明顯就係一個教練，即係個教練就負責教好隊波，教好班波，攞到好成績。其他嘅太多嘅什麼即係嗰啲權力啊，或者話事，即係比如買邊個啊，賣邊個啊，續咗邊個啊，續幾多啊嗰啲就唔俾，就唔會即係個 coach 有太多權力，可能真係想 keep 住，即係 N 嘅事可能想 keep 住呢條咁嘅 line 啦嚇，即係所以即係揾佢而家揾教練，所以就 keep 住條 line 就算叫揾教練，就唔會揾 manager 啦嚇，揾教練。甚或乎球員轉會嘅消息咧，近呢3個禮拜真係好靜。對於曼聯近10年嘅嗰種亂局嚟講，呢個係算嗰個比較反常嘅一個現象。但即係同過去10年嘅曼聯嚟比較反常。於我個人作為一個球迷、資深球迷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嚟，因為場外嘅紛擾少咗，即係無論係嗰啲即係。摩連奴當其時啲咩捉內鬼啊、噼里呱啦啲，呢啲如果少咗嘅話咧，簡單啲講，即係場外紛亂少咗，專注於做佢正經嘢，即係揾教練又好，揾球員又好，你專注可以做到自己要想做嘅嘢嘅話，
咁我覺得即係非常之好對於支球隊，而且即係咁樣對於隊內啊，即係冇咁多啲犄犄搞搞嘢啊嘛，即係好似之前嗰啲即係加拿祖啊、福哥啊，特別是加拿祖啊，之前加拿祖喺嗰啲即係社交媒體搞埋晒啲咁嘢，而家呢啲現象都好似即係今個賽季起碼今個賽季都係少咗嘅。咁樣嘅話，我覺得係對曼聯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冇咗啲場外嘅紛擾，專注於場內，即係爭取好成績，真係好過，唔好搞咁多場外嘅即係紛紛擾擾攘咁樣，即係你又有咩言論啊，佢又有咩言論咁樣喺場外，即係搞太多嘢嘅話，真係對，即係以曼聯如果你係要想重建個光輝，攞翻個英超冠軍，即係重要冠軍嚇，英超冠軍又好，歐聯冠軍又好，呢啲係我覺得係必須要經歷嘅步驟嚟嘅，非常之好嘅步驟，唔應該太多好似過去10年一間好似叫做網紅球隊網紅球隊咁樣，即係搶風搶眼球，但係就成績就乜都講，即係根本係冇得講成績係根本冇得講嘅。完全毫無成績咁情況之下，真係對隊波絕對唔係一間好事，對一間球會者都絕對唔係一啲好事。所以而家咁樣即係靜冇比賽嘅話就靜局，平靜如水，自己應該做乜嘢嘅就應該做，即係喺起碼我哋媒體見唔到，即係簡單講即係所謂嘅台底下邊佢做開自己應該做嘅嘢，咁我覺得 OK， 咁啊最好真係。當然啦，講到轉頭，如果場外都做好咗，都係要場內有成績嘅，咁我真係都希望英力士真係醒定揀教練，即係揀佢舊年暑假揀嗰啲球員，石斯高啊、麥保姆啊、古亞，今季都係叫做有貨交啦嚇，即係對得起碼叫做比起前十年嗰啲買人嚟講，都算叫做對版啦嚇，唔好似前10年咁陰功，特別是即係前2年啊聽黑嗰啲咁啦。所以即係算叫做買人都算 OK 準嘅，咁希望英力士今次喺揀教練方面都一樣咁準，一樣咁好，即係場外叫做即係靜咗啦，做好自己應該份內做嘅嘢，揀教練都希望揀啱啦佢哋。即係如果曼聯需要即係所謂英力士佢想嘅目標係28年可以攞聯賽冠軍嘅話，呢啲一定要做得好，同埋眼光真係要好。OK， 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嘢啱聽嘅話，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